扎西德勒，大家好，我是 Denzin Dendar， 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。12月10日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日。这一集我们一起来学跟和平奖相关的藏语。和平奖藏语呢叫做喜得生大，喜得生大，喜得是和平、平静、祥和的意思。熄它可以当成熄灭、极尽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习增怀诛4种成就当中的习就是这个字。另外，吉天菩萨喜瓦塔、尽命论师喜瓦错，这个吉和尽都是用习这个字。我们之前有学过，是安乐、舒适、舒服、安全，所以喜得就是和平、祥和、平静的意思。那世界和平藏语呢叫做暂令喜得，暂令喜得，暂令指的是南瞻部洲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。喜得刚刚讲过的是和平。那达赖喇嘛尊者有一本书，藏语叫做森吉喜得，森吉喜得。森是内心，吉呢是的，喜得就是祥和平静的意思，所以森吉喜得就是内心的平静，内心的祥和。生大是奖章、勋章、奖项的意思，所以喜得生大就是和平奖。我们来看一段影片。挺上大的样，我上沙不起来啊，的实际上的时间，看完就是要了吧？哦，是啊，等这个实际上的时间是冲出去，当然就操作呢。我这实际上的时间跟民教的，实际上的民教的这印度，这我的来读的。那达赖喇嘛尊者在领奖致辞的时候，和平奖他是用喜得加嘎这个词。对的，呢，他喜得加嘎，就年长前，对不对？他都差不多，我了这个人呢，就他实际上就800点就，是不是搞不中了？加嘎通常指的是奖励的奖品、奖章、奖项。比如说考试考完放榜了，要发奖品或者是奖学金奖励学生，这样子的奖品、奖项或者是奖章就可以叫做加嘎。加嘎。那如果像伴手礼、纪念品要送你的礼物，通常我们口语会说年巴，年巴。那另外书面上呢，我们常常会写拉大，拉大，或者是雷给，雷给。所以年巴、拉大、雷给指的都是礼物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：喜得生大，喜得生大，喜得，喜得，暂令喜得，暂令喜得，升级喜得，升级喜得，喜得加嘎，喜得加嘎，加嘎，加嘎，年巴，年巴，拉大，拉大，雷给，雷给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